反对内地进口的民间团体伫今仔日举行记者会，因表示讲已经有济流行病学的研究证明莱克多巴胺这款成分对囡仔的神经发展和行为问题拢有可能造成影响。不过，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说是无认同这款的讲法，认为讲后面可第一国际标准之下，绝对袂有安尼的毒性存在。 神经毒性缺乏评估，民间团体大发口号，呼吁政府要爱重视食肉精对人类神经系统造成的风险。莱克多巴胺它本身就是会对健康造成很多的风险，而我身为一个家庭的照顾者，我很忧虑，我们的国家没有办法再以我们健康为第一。 中华基督教病院儿童药剂科医师陈建文指出，这几年新的证据显示，莱克多巴胺对动物有神经毒性，也拿甲莱克多巴胺同款属于乙型受体素的克布他林对人有神经毒性。强调实验已经证实有损伤儿童神经甲大脑发展的风险。已经有许多流行病学的调查证明了这个现象啊，就是特布他林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神经发展。 跟行为问题，包括精神疾病、认知与运动功能的影响，还有较差的学习表现。我不那样认为，如果是在那一个欧盟的 Codex 的一个标准以下的话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毒性存在。有这样的一个毒性的话呢，你若安尼实在美国人囡仔唔就拢有神经性的迄个系统的问题。 那农委会副主委否认食肉精影响神经系统的讲法，卫福部也表示，英国因特别评估国人食到食肉精加残留药物的安全性，因认为台湾现在的莱克多巴胺容允量比国际要搁较严，在这个标准之下，未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记者阿明金、夏桂林台北报道。